界衛生組織據報幾日之後會將加工肉類列做致癌風險最高嘅第一類致癌物，亦即係同石棉砒霜並列。而新鮮紅肉亦都會列做好可能致癌。都市人生活繁忙，唔少人為求方便快捷，將漢堡包或者熱狗當做正餐。不過食肉獸以後要小心啦。英國傳媒報道，世界衛生組織轄下嘅國際癌症研究中心下星期一會發表報告，將加工肉類包括火腿、香腸、漢堡扒等列入致癌名單入面，級別最高嘅第一類致癌物，即係對人類致癌，同香煙、酒精以至係石棉以及劇毒砒霜同級。同時亦都會將新鮮紅肉，包括牛肉、豬肉、羊肉等列為次一級嘅第二 A 類致癌物，即係好可能對人類致癌。研究團隊話，加工肉類喺加工嘅過程入面，經過煙燻以及添加多種化學物質，會增加人類患上大腸癌嘅機會。至於新鮮紅肉含有大量脂肪，加上紅肉本身嘅色素，可能破壞人類腸道黏膜，影響健康。有科學家估算，如果英國人將每日進食嘅加工肉類減至大約20克，相當於一片薄切火腿嘅份量，英國每年可以減少近2萬宗提早死亡個案。而世衛呢次嘅決定，預料會對肉類相關行業有重大影響。